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Professor Lee。我喺10月15號嗰日咧，就帶咗一班朋友去深圳一日遊，吃喝玩樂。最緊要嘅咧就帶大家玩咗呢一個 VR 虛擬實境，非常之好玩啊！好評如潮，大家信眾要求啊，要我再搞多次消失的法老。如果大家想行入去胡夫金字塔感受一下係點樣嘅話，就快啲嚟報名我親自帶隊嘅2026年1月12號嘅消失的法老啦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Professor Lee。今日呢個節目我要同大家講下嘅就係神秘嘅埃及。而家睇緊我節目嘅朋友，你哋對神秘嘅埃及有冇興趣呢？如果有嘅話，咁就即刻要留低啦。咁你哋又有冇諗過去埃及呢？又或者你已經去過埃及，但係係唔係好似我咁樣去埃及法呢？嗱，呢啲通通咧都係你留喺度繼續睇呢一個精彩嘅神秘埃及嘅原因。講到要去埃及咧，就真係幾複雜嘅，又要時間又要錢。但係而家喺呢一度，我可以滿足大家探索神秘埃及嘅好奇心。因為 Professor Lee 會喺2026年1月12號帶大家去一個沉浸埃及奇幻之旅。點樣參加呢一個奇幻之旅呢？大家繼續睇落去咧就知啦。古埃及英文 Ancient Egypt 點解會被世人聯想到神秘、宏偉、科學、超然能量，甚至外星人呢？主要嘅原因呢有以下幾點。第一，古埃及係5大文明發源地、4大文明古國之一，距離而家有7400多年歷史㗎啦。第二，喺7000幾年前，古埃及喺非洲尼羅河畔繁榮昌盛咗幾千年，但係可以隨住時間嘅推移，點解逐漸會消失喺歷史之中呢？第三，歷史遺留下來巨型宏偉嘅金字塔，到而家都未有科學家可以重造一個金字塔出嚟。第四，尼羅河自古年年都氾濫，將幾千年前建造咗好多嘅巨型宏偉嘅神廟淹沒咗喺河床裏面，沉睡咗幾千年，喺上個世紀先至俾人搜救出嚟，重見天日，更顯神秘。第五，喺呢一啲復活嘅神廟裏面，牆上嘅雕刻，無論係文字亦或係圖像，解開咗古埃及嘅文明，就係比同期年代其他嘅國家，無論喺建築、文字、文化、鑄金、鑄銅工藝、醫學更勝一籌。第六，神格化嘅法老，豐富嘅宗教色彩，神廟裏面嘅神、動物、符號都蘊藏住千絲萬縷嘅神秘能量，使到一群嘅宇宙能量感應學身心靈嘅愛好者紛紛前嚟呢度朝聖。仲有去埃及好似返鄉下嘅說法。第七，仲有嘅就係法老王嘅詛咒、盜墓者嘅傳說、木乃伊等等等等。這一切都令到古埃及戴上一面神秘嘅面紗，等待有興趣嘅人揭開。舊年我去咗一個11日嘅埃及身心靈奇幻之旅。點解會係一個奇幻之旅呢？因為我唔係參加旅行團嘅，我係跟一位靈性導師去咗一個奇幻嘅旅程。亮點就係，一般旅行團會帶你去各大嘅名勝打卡影相、走馬看花，唔會去深究每一個神廟背後嘅歷史，亦都唔會去深究每一個神代表住唔同嘅神秘力量。我哋可以點樣借助佢嘅能量充實自己，令到自己喺身心靈路上更上一層樓。一般去埃及旅行，如果去南部嘅話，都會喺尼羅河嗰度住幾日。通常我哋都係會坐大船遊尼羅河嘅，但係我哋11個人就自己包咗一隻帆船，我哋喺裏面住，請咗自己嘅廚師同埋管家。我哋喺船上邊住，有廚師煮1日3餐俾我哋食，免得我哋喺一路上去啲好唔文明嘅地方食咗一啲水土不服嘅食物。大家睇到我呢一條片都覺得我哋玩得舒服，玩得自在。一般我哋去參觀獅身人面像，都會只係喺外圍隔住好遠咁樣去參觀，而我哋呢，就可以特別安排行到去獅身人面像嘅腳下邊，同全世界嘅人一齊集體做冥想。去到大金字塔，我哋呢就等到5點後鐘閂門嘅時候，我哋經過特別安排，可以進入大金字塔裏面，一路行上去 King's Chamber， 即係胡夫法老墓室入邊，做咗2個鐘頭嘅冥想。如果想知道我11天埃及之旅有幾奇幻呢，就可以收睇我11集嘅埃及奇幻之旅啦。有好消息要帶俾大家，而家唔使好複雜咁樣去埃及，都可以親身咁樣感受一下埃及奇幻之旅嘅神秘。第一個途徑可以去故宮睇古埃及文明大展，由2025年11月20號到2026年8月31號喺第9號展廳展出。第二個途徑就係我親自會帶大家去沉浸一下消失的法老。而家去片先。今日會帶大家去深圳海上世界博新全宇宙展覽館，親身去體驗一個消失的法老 VR 嘅沉浸式體驗。
VR 咧係虛擬實境嘅意思。呢一個消失的法老咧係一個巡迴演出嚟嘅，佢喺上海、杭州咧都已經係演出過噶啦，而家咧就嚟到深圳啦。入到嚟呢度咧，我哋就要買飛入場嘅。門票成人票158蚊一張，如果你係60歲以上嘅話咧，就係128蚊。你亦都係可以一大一小有家庭票啦，278蚊，亦都有一個兩大一小嘅家庭票，378蚊。一個係一個 VR 嘅體驗，即係一個虛擬實境，所以咧係唔需要有場次嘅，你幾時去幾時都可以睇嘅。買咗飛之後上到去，交張飛俾工作人員，佢就會先幫你做一個登記。好消息，我哋仲係可以用廣東話做旁述添。入到去場館之後呢，我哋都會見到呢一啲 VR 嘅眼鏡。大家呢都會好擔心用呢啲 VR 嘅眼鏡呢會唔會好頭暈？不過我親身已經體驗過啦，而家嘅技術已經係非常之好嘅，根本呢就係好清楚，亦都唔頭暈。戴咗之後呢，我哋就會親身咁樣行入去本來大家都去唔到嘅 King's Chamber 入邊啦。King's Chamber 就係最大嘅金字塔，胡夫法老金字塔。而家你哋喺片睇到嘅係我真實入咗去呢一個金字塔嗰度嘅，咁但係呢，我哋呢一個 VR 呢，真係佢嘅像真度都有90%㗎。呢一個穿越時空真係非常之有趣啊！除咗我哋去到 King's Chamber 之外呢，呢一個沉浸式嘅體驗仲會帶到我哋去整個金字塔嘅區域。呢個 VR 體驗實在係好好玩啊，因為可以帶到我哋穿越時空去到幾千年前嘅古埃及。事不宜遲啦！如果大家都好想親身咁樣體驗呢一個沉浸式嘅 VR 消失法老嘅體驗呢，就即刻報名參加我哋2026年1月12號奇幻之旅啦！奇幻之旅係一個一整天嘅節目，除咗我會帶大家去睇呢一個消失的法老，我仲會同大家分享好多古埃及神秘嘅歷史啦。穿越晒咁多古埃及嘅嘢嘅時候，我哋當然要翻落嚟地球，我會帶大家去吃喝玩樂一番，即係話我哋嘅深圳一天遊。主題就係消失的法老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，請大家打電話21520090查詢同埋預約，或者 WhatsApp 966161156啦。名額有限，因為我唔會帶好多人去嘅啫。古埃及見啦，拜拜。